詐騙的手段一直在變化，對敲電話到即陣是運用 AI 做假影片、假網站，即陣假做是農會農民騙人買物件，結果錢入了就失聯的也特別多。農業大官分林，官府就運用 AI 來抓 AI 詐騙，趕緊甲有問題的網站攏總落架。民眾點開一夜市的廣告，有人盜空用分林農民的相片，佮假做地方農會名義販賣農產品，真夠造成民眾誤解去互騙去。對此，農會佮特別佇賣種業澄清，希望民眾莫安尼去互騙去。對啊，有攏會騙講倒來的。講農會其實有的反正不是農會。希望能夠以 AI 對抗 AI， 以快打快來防治詐騙。詐騙的手路是無所不至，對傳統的電話簡訊，到即馬結合 AI 偽造的影片，擱再用賣種業、社群廣告、甲假盜名人的圖片，也是地方農會名義販賣各種農特產，誘拐民眾去點擊落訂單來受騙。對此，分林縣政府結合Google，以 AI 政策來打擊 AI 詐騙。這個首長或是農會或是農產品有這樣關鍵的，我們在整個接觸之前就做了一個防堵了哈，所以呢就可以把詐騙降到最低。社群媒體上面，我們就利用像挖全民這樣子的一個機制，我們會24小時成期去做一個全方面的一個詐騙的一個偵測。警方表示 ，AI 防詐系統只要偵測到高風險的內容，就會當啟動 AI 風險分級，警方核查、平台通報甲快速落架的機制。對6月正式上線，2個月以來已經偵測到413條高風險的廣告，來自154個賣種業，經過提報申訴，無甲24點鐘全數成功落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